3、5成團深度遊，成團出發。我係的神，我參加得嘅旅行團就梗係要深度玩通透啊！每次有唔同嘅導遊帶大家去感受香港嘅文化特色。講玩，我哋由熱鬧市區玩到山野鄉村；講食，由傳統去到新派美食，樣樣都咁精彩。即刻介紹下今次我哋2位團友，分別係 E 型人嘅阿蘇同埋 I 型人嘅肥腸。佢哋一個外向好動，一個就內向專注。睇下性格相反嘅佢哋喺呢個旅程入面會有咩得着？誒，夠鐘集合咯喎 ，Let's go！ 哇，日光日白都涼嘅，的神搞咩啊？佢倒未啊？都遲到都算啦，仲要喺呢度等啊！我想翻屋企啊！驚啊！你驚喎！今日嘅行程主題係都市傳說。都市傳說係啊，我哋香港有好多神秘嘅傳說嘅。首先係新娘潭個鬼新娘會揾替身，仲有喺灣仔南固台嗰度咧，聽講有人俾人鬼上身啊！仲有高街嘅精神病院，嗰啲病患有好多嘅冤魂，病到好精神。咩你啊？快入翻去！最後仲有華富村集體一齊望到 UFO 冇咁驚，係咪啊？咁我哋今集嘅主題咧就係俾大家感受一下香港嘅神秘魅力嘅。呢啲傳說故事我都有聽過，甚至乎有睇過佢哋嘅片啊，嗰啲探秘片。其實咧好多都係同歷史典故有關。如果有興趣再了解深入咧，其實係幾有趣嘅。唔驚，咁呢啲嘢都百無禁忌噶嘛，同埋用一個科學啲嘅角度去解釋嘅話，其實都冇咩嘢啫，係咪？好啦，呢個就導遊 Kenji，係，hello，呢個係 E 型嘅蘇，呢個係 I 型嘅肥腸。 hello，哇，你唔客氣㗎啦呢啲嘢。喂，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即係喺達德學校呢度。香港一個非常之驚嚇嘅聖地，其實點解佢會變成都市傳說景點咧？哦，其實咁嘅，本身咧達德學校咧係30年代初嗰段時間啦，咁就係由原居民咧創辦嘅，咁係俾佢啲子弟喺度讀書。咁但係去到90年代咧，因為收生不足啦，咁啊變咗咧就停辦咗㗎啦。停辦咗之後咧，呢度就犀利啦，就多咗好多傳聞嘅，包括有話過呢度係亂葬崗啦。咦，我以前學校都有講，係嘛？好多學校都有呢啲咁嘅傳聞㗎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講過咧，就係話校長嘅太太曾經喺呢度個洗手間嗰度咧，着住紅衫自殺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係一個著名嘅紅衣女鬼啦。死人啦！真係。咁啊，自此之後咧，就係一啲咁嘅傳聞不斷咯。咁但係去到最尾咧，其實呢啲都係冇事實嘅佐證嘅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。所以有啲咁嘅傳聞都係好難避免嘅。係啊，就係因為呢度咧啲氣氛好好，咁所以咧就係變咗一個探險勝地。咁啊，同埋咧好多電視劇啊同埋電影咧都會喺呢度取材㗎。哦，咁最近有啲咩電影係喺度取景？最近期咧，大家都知㗎啦，九龍城寨。哦，九龍城寨我中意喎，你快啲行啦！好。去完達德學校，點解嚟呢度咧？哦，其實咧呢度係裕橋義公祠，係一個法定嘅古蹟嚟嘅。咁啊，達德學校嘅學生咧，一開始其實喺呢度讀書㗎。咁後期人多咧，就搬咗去嗰度。所以呢一度咧，其實係屬於達德學校傳說嘅起點嚟嘅。咁啊，淨係我講冇用㗎喎，不如我哋都聽下我哋當地原居民點講啊。橋裕義公祠係鄧族第11世先祖鄧世賢同鄧世超喺16世紀初興建，超過500年歷史㗎。當時會用嚟俾佢一脈嘅後人用喺私人開會、祭祖同小朋友讀書嘅。後嚟唔夠用，先至起新校舍。你哋聽到達德學校咁多傳聞，其實目的都係唔想外人夜晚走入去探險，裡面黑媽媽好容易出意外㗎嘛。今朝咧就帶你哋去過睇九龍城寨嘅拍攝場地啦。咁見你哋都咁興奮，而家咧就帶你哋親身體驗下先。哦，嗱，海洋公園同九龍城寨有咩關係咧？首先第一個體驗嘅場館就係呢一個啦，叫做城寨鬼域。好，咁呢一度咧其實咧就刻畫翻咧當時咧城寨裡面嘅一點一滴㗎，個氛圍裡面亦都好刺激嘅。係咪好想去玩先？好似你玩咗咁啦，行啦！你行先好冇啊？冇。好渣啊你！城寨入面咁靚，我睇咗嗱有飛機啦，跟住有牙醫啦，有髮型鋪啦，全部都好靚。都驚嘅，但係咧又唔似得平時嗰啲淨係鬼啊、南瓜啊、骷髏骨。今次好有香港特色嘅驚啊，所以香港驚。喂，肥腸勁喎，阿蘇渣喎。點啊？其實咧，成個麗鬼圍城咧，仲有好多嘢玩嘅。啱啱嘅城寨鬼域嘅咧，只係其中一個驚嚇體驗嚟嘅啫。喂，好靚啊！新娘潭過嚟啊！
見你頭先嘅恐怖嘅體驗畫得咁投入，所以出嚟同你哋打個招呼啫。唔好打情罵俏住。今次嘅厲鬼圍城，其實想俾啲咩體驗一班遊客咧？海洋公園哈囉喂每年都會有唔同嘅主題，最主要就係想帶俾大家有不一樣嘅體驗，又帶俾你哋開心、驚喜同埋經歷。開心又驚喜啊！喂，成個活動咁豐富，但係你兩個咁渣，仲玩唔玩得落去咧？梗係玩啦！隨時行得啊你！係咪㗎？今次咧都市傳說嗰個行程咧，最主要咧同歷史典故有關嘅喎。咁啊，透過一啲傳說故事啦，加上一啲港式神秘咧，其實咧就去展現香港獨特嘅一面㗎。咁啊，最主要咧都希望咧可以吸引翻呢一啲遊客啦，可以重新了解香港，同埋咧可以了解到佢哋鮮為人知嘅一面咁樣咯。我好想知下次去邊度喎，係嘛？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其實設計深度遊呢個靈感來源咧，最主要都係希望説好香港故事，咁可以咧俾一啲海外嘅遊客咧了解香港嘅另一面咁樣樣咯。